兄弟姊妹开始今日早起的礼拜，请咱家己真有备心，咱做伙默祷。感谢主，主的疼实在极大极深。当咱悲动荡的时阵，主的手会时常扶持咱。咱心头有罪的时阵，上帝拢知影咱的需要。咱做伙用这首歌来向伊祈祷。我要听你的我心。我要听你的我心，因为上帝遐尼疼我，我要听你的我心，我要听你，我要听你的我心。我要听你的我心，因为上帝遐尼疼我，我要听你的我心。心头有罪，心头有罪，敢有人知？上的事需要了解，家己唔通搁袂当当，唇齿相笑，咱来相看。我要听你的我心，我要听你的我心，因为上帝疼你疼我，我要听你的我心，我要听你的我心，我要听你的我心。上帝遐尼疼我，我要听你的我心。心头有罪，心头有罪，敢有人知？理想的事需要了解，家己唔通搁袂当。唇齿相笑，咱来相看。我要听你的我心，我要听你的我心，因为上帝遐尼疼我，我要听你的我心，心头有罪，敢有人知？
了解，家己唔通搁袂当当，春秋相求，咱来相看。我要听你的我心，我要听你的我心，因为上帝要你听我，我要听你的我心。心头有罪，敢有人知？心头有罪，敢有人知？以上的事需要了解，家己唔通搁袂当当，春秋相求，咱来相看。我要听你的我心，我要听你的我心，因为上帝要你听我，我要听你的我心，我要听你，我要听你的我心。上帝听痛，上帝听痛。请咱做起立，做伙来俄罗斯，你是比赛啊！咱做伙画谱啊！好去俄罗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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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声唱歌，举起咱双手来宣扬主性命。俄罗斯基督。大家要天为咱相做，你是弥赛亚，我主，我上帝。俄罗斯，俄罗斯，大声唱歌，举起咱双手来宣扬主性命。俄罗斯基督，俄罗斯基督，大家要天为咱相做，你是弥赛亚，我主，我上帝。主会听，主会听，天边地在就风声稳定，但你通看见，咱就强逼开了破败的卖意。俄罗斯基督，俄罗斯基督，大家要听真求看明。弥赛亚，我主，我上帝。请甲你身躯边的人讲，真欢喜，甲你做伙敬拜。真欢喜，甲你做伙敬拜。咱个对头，来俄罗斯，俄罗斯，俄罗斯，大声唱歌。举起咱双手来宣扬主性命，俄罗斯基督，大家要天为咱相做，你是弥赛亚，我主，我上帝。俄罗斯，俄罗斯，大声唱歌。举起咱双手来宣扬主性命，俄罗斯基督，大家要天为咱相做，你是弥赛亚，我主，我上帝。主会听，天边地在就风声稳定，但你通看见，咱就强逼开了破败的卖意。
乐主，大声唱歌，扬起咱双手来赞扬主圣名。乐主基督，大家要体为咱受罪，你是弥赛亚，我主我上帝。主会听，主会听，下面的就好，请稳定，大力通看见，咱就跟你给老婆把你怀疑。乐主基督，大家要听拯救万民，你是弥赛亚，我主我上帝。主会听，下面的就好，请稳定，大力通看见，咱就强的归老婆拜的拜伊。乐主基督，大家要听拯救万民，你是弥赛亚，我主我上帝。主会听，下面的就好，请稳定，大力通看见，咱就强的归老婆拜的拜伊。乐主基督，大家要听拯救万民，你是弥赛亚，我主我上帝。感谢主，咱就花声应该归予上帝，谢谢。常我在，翅膀印下，遮盖我，在你的大能手中。当大海翻腾，波涛汹涌，我与你展示暴风上空。父，你人在天上作王，在洪水之中。我要安静，知你是神。请咱用华语做伙来吟。常我在，常我在，翅膀印下，遮盖我，在你大能手中。常我在，常我在，翅膀印下，遮盖我，遮盖我，在你大能手中。当大海，当大海翻腾，波涛汹涌，我与你展翅暴风上空。父，你人作王，在洪水中。我要安静，知你是神。我灵安息，我灵安息，在基督里。你的大能，你大能，使我安然心靠。当大海翻腾，波涛汹涌，我与你展翅暴风上
心知你是神。兄弟听堂。兄弟听堂，开会听堂，欢喜喜乐好我，因我比比小快的人，好我甲伊滚我。兄弟听堂。兄弟听堂，开会听堂，欢喜喜乐好我。因我比比小快的人，好我甲伊滚我。耶稣的稳定。耶稣稳定开会听清，将我伫我心内，因为对神圣应予伊，心为平安自在。因为我知所信的救主，那真心我可为你保守，为保守所交托伊的，为保守的家己里，信心感动开会听看，好我真在过世，亲手予因亲手教化，可以我心心志。白囝圣神。白囝信心三位一体，一生一冠一大，尊贵荣光永远无停，无论伊命无线。因为我知所信的救主，那真心我可为你保守，为保守所交托伊的，为保守的家己里。因为我知所信的救主，那真心我可为你保守，为保守所交托伊的，为保守的家己里，为保守的家己里，为保守的家己里。感谢主，请咱同心来祈祷。感谢主，你极大的稳定赏赐予阮，予阮逐日会当领受你大大的疼。感谢主，你赏赐阮的嘴，通吟诗学了你；赏赐阮的心，通感受你对阮的疼。愿你感纳阮今下早起的敬拜，正做芳芳的祭，献伫你的面前。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这时咱来用使徒圣经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就永久。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
打坐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这是咱的启用。启用文我着3篇，研究书调唱，我来启向这个印。我着带什么来敬君主，来敬拜至尊的上帝？上主敢会欢喜千千的食的香油，还是万万条的溪的油？我惊着为家己的罪恶，变我的后囝，为着我的罪恶，变家己所生的囝。人啊，伊只是你什么是好？上主要求你的就是实现公义，心存仁义，甘比家己的上帝做伙行。敬拜，咱请圣歌就敬拜，今日要敬拜的是一生敬拜你，华语。我
愿俄罗斯我永远认识上帝。这是咱的公头上帝的话，记载彼得前书4章1章到2节。彼得前书4章1章到2节，上帝话安尼讲：当基督既然伫肉体受苦，就你着用即号的心，自做证据，因为已经伫肉体受苦的，够有做的煞。至到恁自即时以后，伫肉体有爱的时，无趁着人的需要，是趁上帝的旨意。我一段圣经是伫诗篇119章71节。我有受苦是最我利益的。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恁拄着的刺，毋是人的相似，上帝是信实的。无要互恁拄着刺的过头，恁会所会长的，就是恁受刺的时，要煞开拓出来的路。互恁担会起，这是咱牧师来正道。今要正道的是主欢喜的工人好现象，有受苦的心。刘兄弟，大家平安，真欢喜，咱搁一摆三甲组织来敬拜咱的上帝。邀请你，你边仔兄弟姊妹，甲伊讲，真欢喜看到你。当咱甲伊讲真欢喜看到你的时，咱的心毋若带着感恩，带着欢喜的心，这是因为上帝互咱会当平安来到伫即个所在，互相相见面。咱是抱着欢喜条条的心，相甲见面来甲伊讲，欢喜看到你，咱做伙来敬拜咱的上帝。咱搁一摆做伙同心来祈祷。阮伫天顶阿爸爸上帝，阮用感恩的心来到主你的面前，感谢你用丰富的听筒来听阮，互阮知影听人是阮诚做基督徒真重要的使命工作。恳求上帝，你嘛将感动阮生命的圣神，搁一摆来赏赐互阮。当阮做声来到主你的施恩宝座前，主你恳求的事，愿阮的内心毋若有平安。嘛，互阮的生命重新得到气力、尽力来做主你的工，做主你好，佮尽忠忘福的人。主啊，当阮有生命，还佮有一口气的时，阮知影，主你是阮生命中上好的产业，是阮培中的份业。阮所得到的，只有你会当甲阮持守掉的。愿阮的心、阮的信仰、生命内底。毋若相信主，你是搁真搁活的上帝，也着深信，当阮来到主你的面前寻求你的时，你也要赏赐，互阮毋若相信你搁是搁真搁活的上帝，你也是真实有平安甲快乐的赏赐者。愿阮同齐，搁一摆用敬畏主你的心，谦卑阮家己的态度，顺服主你的心意，做一位生命真实。有丰富生命，有尊贵，有荣光，有活命的新生命。阮也要搁一摆通过你的话语，恳求上帝你赏赐互阮属灵生命的美妙，帮助阮，愿你圣神感动阮逐人的内心，互阮学习拍开阮的心门，来领受主你话语所对阮的教导甲生命的智慧，互阮的生命有远见。互阮的生命有意向，来行人生的道路，做一位蒙福的儿女。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免。这几礼拜，牧师跟咱分享一个足重要的一个主题，叫做教会所欠缺的元素有两项。第一项叫做爱建立一个热诚的教会文化；第二种叫做爱培养出。就是讲，伫即个热诚的教会文化内底的人啊，伊会安怎会培养出人是会感觉人是可爱，吼，
你是值得可爱，倘若我给你听，好，这个可爱的，我可以爱的，好，我们有一群愿意去爱别人的人，这是咱教会需要去培育的，因为这是教会内底最重要的目标啦。但是这种的目标需要安怎？这种的目标爱记得需要一个前提，就是教会内底有一群信伊，啊，佮侍奉上帝啥？什么人？好工人啊！所以甲你边仔兄弟讲，你是主的好工人。你可能喺心内想讲哦，牧师啊，明明伊咧看起来无咧做工的呢，伊开始好的工人啊，这叫做宣告啦，宣告你是主的好工人。这是牧师要邀请你时常彼此祝福的。做工的人，教会唔哪爱有目标，教会嘛得爱有一群真正有咧做工的人。若无咧做工的人，这间教会只不过是空想的教会，时常做面梦尔定。所以兄弟姊妹，侍奉的工课，伫教会内底在做侍奉，对侪基督徒来讲，一定会有冒出无相款的一个思维甲思想，就是到底我会使无？我敢有法度？我会使无？甚至我是毋是咧想讲，我是毋是爱付出侪时间、侪金钱，甚至侪劳心劳力，才有法度通好侍奉上帝？甲你边仔兄弟讲，你即马就是咧侍奉上帝。基督徒爱了解，敬拜上帝就是一个上基本侍奉上帝啥，侍奉上帝的一个基本的态度啦。你每礼拜日，你来参加主日礼拜，有重要无？足重要，这就是侍奉。所以你看旧约的圣经，侪人拢伫咧讲起圣殿着爱安怎起，安怎来敬拜上帝，着来穿什么款的衫，要安怎来侍奉上帝。所以咱来了解。敬拜上帝一个具体表现就是啥？侍奉伊。所以，甲你边仔兄弟讲，你敬拜主也着侍奉上帝。有个人伫敬拜上帝，安怎？唱歌无要唱歌，嘴无要开的哦。有哦，有无？有啊。迄敢是真正敬拜主？迄嘛毋是真正侍奉上帝。所以你会当了解敬拜上帝的人，伊的心。包括伊的专人，拢会开始做无相款的改变。所以咱来了解，圣经内面旧约亚伯甲该隐安怎？亚当甲夏娃伊的后生安怎？是全世界人类的第一个凶杀案件，对无？因为着啥？为着因所献的祭，因为因无正确的态度来献祭，煞到安怎？造成人甲人的冲突甲伤害。所以咱会知影，敬拜上帝的人，来伫教会咧侍奉上帝的人，会冤家袂？会啦。啊，啥哪会冤家？因为咱的心无正确的态度。所以，兄弟姊妹，一个望上帝感纳的侍奉啊，望上帝感纳的侍奉，代表的是主所欢喜的好工人的侍奉，毋那是咱家己为主会当做啥物代志。较要紧是咱在伫咱的心内有疼伊无？你有疼上帝无？你有疼上帝无？你有疼上帝教会无？教会欠钱，免啦。牧师，恁兜较好业，你去奉献，敢是安尼？大家拢在笑吼，敢若大家拢安尼想过吼。兄弟姊妹，真正疼主的人，伊会知影即个教会大团体内底，毋是牧师的教会。是上帝教会，咱要安怎活出一个真正互上帝欢喜的生命，来成做咱侍奉的根基甲基础。所以兄弟姊妹，甲你边仔兄弟讲，你的生命着爱成做主所欢喜的好工人。主所欢喜的好工人，才是会当互咱的侍奉来得主的欢喜。所以，毋是你有侍奉，你有服侍上帝就好呢。因为安怎？你也当看出一个人，伊咧侍奉上帝吼，敬拜神吼，他是不开心、不喜悦的、不喜乐的，有没有？有哦，迄面凹嘟嘟哦，吼，看到人啊，看到鬼安尼哦，有呢。
你想想来甲提钱，较笑的，啊要交代嘛爱较笑的呢，对无？啊较甘愿的嘛，嘛咧艰苦坐挂嘛。兄弟姊妹，主所欢喜的工人，是真实会当得主欢喜的事奉，爱记得。所以兄弟姊妹，彼得前书前后书，彼得前书第5章12节内底讲，彼得讲：我略略啊写即个批信，托我所看见、所看做忠心的兄弟西拉，我转交互恁。可劝恁，就爱证明即个恩典是对上帝来真正的恩典，毋是我家己的，毋是我家己所带互恁的恩典，是真实的恩典。你的确就爱伫即个恩典顶面，就爱徛好调啊！那像牧师伫即个所在讲甲喙口全破，恁就爱徛好调共款的，毋是你为我徛好调。兄弟姊妹，你会知影，彼得前后书即个彼得作者，伊本身是甚物款性命的人？伊过去耶稣安怎呼召伊？伊咧掠鱼对无？但是耶稣甲伊讲啥？来跟对我，我要互你，叫你安怎？得人哪得着鱼共款？意思讲，啊，你咧掠鱼的人，你上了解，掠着足侪鱼，你会欢喜袂啊？会嘛？但是你爱亲像，你要得着侪人，哎呀啦，你有迄种的热情啊，迄种的欢喜，想要得着人啊。甲你边仔兄弟讲，你有迄款的热情无？你有迄款想要得到人的热情无？得到人的热情。我会记得啊，今仔日是咱育成吼，最后一摆伫咱的圣歌队带咱吼来指挥啊，接续4月份啊4月20吼，4月20伊要飞去倒位？瑞士吼，瑞士要去做州。啊，伫个过程的中间，我会记得之前捌讲过一讲牧师，啥圣歌队拢无啥人。我会当感触到伊的内心，迄个对，毋是干那对音乐的专业，伊以外是看见侪人会当伫即个中间来唱歌，学了上帝，迄种的热情。所以兄弟姊妹，彼得伊是一个过去安怎心定甲那石头共款，但是耶稣甲伊讲，甲伊改伊的名，讲你着爱亲像磐石共款，要成做侪人未来生命的祝福。的絆石，所以甲你边仔兄弟姊妹讲，你的生命是主的絆石。什么意思？意思你爱去祝福人。你所讲的每一句话，你的生命拢会当成做别人的祝福。阿免，咱毋是凊彩讲的，咱毋是凊彩做人的，咱毋是凊彩在行事的。所以兄弟姊妹，一个侍奉上帝、得主欢喜的好工人，需要一种性格，就是爱安怎？就是咱今仔日所讲，安怎？得主欢喜的好工人，就是爱有受苦的心志啊！你会讲，牧师，我即摆苦还无够吗？我即摆受的苦还无够吗？我难得拄啊好，会当安尼好好啊过一个较清幽的生活尔尔。我还阁通我的年日阁有偌久啊？兄弟姊妹，诗篇23篇第1节安尼讲：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安怎？我无地够欠缺，即句话咱拢会晓背，但是即句话毋是讲我有任何的需要欲望，上帝的确会甲我赏赐，毋是安尼。我认为即句话较要紧是咧讲起，只要认定耶和华做你的牧者，伊才会补足你真实的需要。你若无认为耶和华是你的牧者，安尼安怎？伊就无法度通补足你的需要。亲像我常常甲即个当下咧学贝斯的即个总男，伊当下咧学贝斯，吼，我讲你若要学贝斯，你着爱认真来找我，来甲我请教，来甲我问啊。你若无来认定我是你的老师，安尼你绝对真歹学会晓。你嘛无要去找一个老师，无要去找一个人来学，你绝对学会晓。所以兄弟姊妹，认定主正做咱的牧者，有要紧无？有要紧。所以即句话，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无地够欠缺。咱拢常常甲伊换一句话讲，我为所有的需要，上帝的确甲我赏赐，所以我甲伊求，伊就要互我。敢有遮简单？毋是安尼尔定。认定耶和华对咱基督徒来讲，是一生足无容易学的一个工课，嘛是一个真要紧的态度。
所以兄弟姊妹，要安怎成做一个得主欢喜的好工人？今仔日咱要甲咱讲起一个足重要、受苦的心志第一项。咱今日所看的圣经章，彼得前书4章第1节到第2节，安尼讲基督既然伫即个肉体受苦，恁也着安怎将即款的心志当作是啥？摒弃哦，正气哦，安怎？因为伫肉体所受过的苦的，就已经安怎？甲罪断绝啦。哇！伊讲起，恁若存有即款的心，对待了后，就会当无对着人的欲望，乃是对着上帝的心意，伫世间上的年日，安怎来度过你的余生啦？所以度过你的余生，不是你伫生活中会当跟你的亲人，干那伫遐咧享受做伙拿定，这是一个上基本，大家拢爱，但是唔简单呢。搁较要紧，圣经安怎甲咱讲？爱咱着爱对着上帝的心意，过你最后的人生生命。咱哪知影讲咱当时会走？牧师14当前车祸的时候，我嘛唔知影讲，迄个时阵我会出车祸呢。我嘛唔知影上帝还佫会留我活命呢。我嘛唔知呢，迄一下手尔呢。所以兄弟姊妹，要安怎对着上帝的心意？圣经安怎讲？唔通对着家己人的欲望啦，情欲。啊，唔通对着人的情欲，要安怎做？佮倒边看，伊讲啥？恁着存有安尼的心啦。啊，要安怎存着这安尼的心？怎么存有这样的心？无看第1节，你去看第1节，安怎？存什么心？哈？对，甲耶稣基督受苦的心啦。有真侪人，咱咧看信用，拢亚做讲，咱知影耶稣基督为我死定在十字架上，对不对？为我受苦。可是我们根本就跟他没有同理心了。我们跟耶稣不想要像耶稣一样那么苦啊，对吗？我们教会从以前在那个巷子里面，现在我们来到这我们不用那么累了，赶快把钱还完就好了。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建堂的工作一辈子都要继续建堂，建堂的工作一辈子都要继续建堂。我们都在建堂，你走到哪里都在建造上帝的教会，因为我们就是属神的殿。如果基督徒回到家里面，你也不说造就人的话，你也对你的家人没有爱心，对你的亲戚朋友，对你的朋友、工作伙伴，你也不祝福他，你的生命都不像在建造教会，好像在拆毁教会一样。各位弟兄姐妹，咱的生命安尼做，敢是上帝的好工人？不是。所以兄弟姊妹，圣经咧甲咱讲起，一个顺探上帝心意的人，伊袂顺探人的欲望，乃是会当顺探上帝心意的人，会当甲主有同齐受苦的心志。所以，咱搁一摆搁做伙来看诗篇23篇第1节讲起。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无地到欠缺。上帝意思是咱有欠缺，但是呢，伊要互咱啦，伊要互咱无欠缺，要满足咱，互咱得到饱足。牧师足感谢侪会晓用感恩回应的人。过去我毋捌讲原来当我咧带领逐个人做伙来关心一个人的时阵，需要的人的时阵，会带来什么款的祝福？但是当我一直咧甲同工讲，咱无论如何，什么人来到伫咱中间有需要，咱就爱安怎？咱唔通惊人体，嘛唔通惊人食，嘛唔通惊人安怎使用咱的教会的物件。所以兄弟姊妹，那个 PPT。圣经甲咱讲起，上帝伊无意思爱咱欠缺，咱是要互咱饱足。旧约圣经内底嘛，一直咧互咱看见，上帝伊有看过伊的选民无？有没有？有的。只要挖克伊，只要认定伊的民族，上帝就会救这个国家。所以咱台湾拄着危难的时阵，咱是爱靠啥？靠着我们是属神的精兵勇士，我们是依靠神的，求告神的，
神必然让我们走在安全的路上。兄弟姊妹，约翰福音16章33节讲：“我将咱这位来看哈，我们用华语来念哈，来，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耶稣讲：“我甲恁讲这个代志是要爱恁知影，伫我的内底有平安。伫世间上，恁无苦难，还是有苦难？有苦难嘛？吼！耶稣讲我们是有苦难的，但是你们怎么样？要放心呐、怎么放心？这个放心吼，唔是讲上帝无意思爱伊的民族、爱伊的子民受苦。上帝无意思，干嘛呢？其实跟人讲呢，我们有苦难呢，怎么可能没有受苦？可是受苦的人会不会放心？那才是重点呢。倚靠上帝的人会不会放心的去为主受苦？那才是重点呢。敢不是？你的生活有你的困难嘛，对不？你有你的经济的困难，你有你的婚姻的困难，你有你沟通的困难。但是你通放心将你的生命交给上帝不？你愿意将你的生命交给上帝吗？这就是重点。一个愿意把生命放心交给上帝的人，因为上帝透过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主耶稣是得胜的还是失败的？是得胜的。所以耶稣竟然赢过这个世界，对死人中搁活，互咱看见伊是真搁活的主宰。所以兄弟姊妹，咱的生命如果无法度通认定牧师他拄讲的这个看法，你有可能是一个心足刚的刚硬的人。注意，我不是说刚强的，是刚硬的。因为在你的生命当中还有很多试炼在等着你。真的，我告诉各位，当你的心越顺服，放心交给上帝，交给主耶稣来救赎你的生命时，我相信你的生命会哪来哪有快乐，有受苦的心志，安怎奉献你的生命来服侍上帝。兄弟姊妹，受苦的心志甲受苦有共无？哈，无共啦。你若听我头拄仔讲了，你就了解啊。有的人伊认为伊拢咧受苦，一生艰苦坐挂，最苦难拢一直伫个身躯边，顾孙也好啦，吼，家庭也好，真正咧，莫讲顾孙袂忝呢。我顾4个囡仔，我嘛足忝呢。真正，时常我时常迄情绪吼，伫个囡仔，伫个吵闹的中间吼，我要安怎学习控制我家己的情绪呢？无容易呢。我认为我哪咧受苦，但是你要知影，一个受苦的心志是啥？受苦那个 PPT 不要动哦，吼。好 ，OK。受苦心志是咱伫上帝面前有一个心愿，愿意为主受苦，但是事实上无一定啥，唔是真正受苦啦。心志上，咱是将家己的心摆上，甘愿受苦。随时准备变啦，爱了解无？所以兄弟姊妹，上帝无一定安排咱逐工咧受苦，但是上帝爱咱的生命会当真实安怎活出真实听主的人。所以你要知影，咱做伙讲，听主的人为主所完成的工作，我嘛会使。我解说一下，当一个听主的人在为主咧做一寡足侪奉献的工课、侍奉的工课，伊会使，你会使袂？会袂？我捌看见有人，伊身躯就无啥钱，但是伊就是坚持安怎？我一个月月定就是要偌济，就是偌济。伊袂因为讲我身躯就无钱啊，我搁奉献哪济，我甲捏起来。伊袂哦。听主的人，伊愿意为主所完成的工课，伊就是坚持到落尾，到伊最后见主的面。兄弟姊妹，有人会使，你会使袂？嘿，无几个啊吼，了解我的意思无？这就是受苦的心志。兄弟姊妹，伫咱的生命中间，咱要安怎学习？伫咱的生活中间去做受苦的工作，无容易。上帝无一定安排咱逐工咧受苦，但是所有做主工作的人，
袂当有一天欠缺受苦的心志。我细汉的时阵吼，我常常咧讲，爸爸，你是安怎安尼互我这个学小朋友阶段就在受苦啊？真正哦，早起阮是7点去叫起来，已经去念啊，困到7点。早起时就去饲鸡、饲鸭、饲动物，吼饲了，这是寒暑假，我讲的是寒暑假。饲了就准备去工厂内底看老爸出去做乌手的工课。中昼去到伫工厂外口的工厂咧修理机械，我会记得印象足深。我讲爸爸啊，中昼要踮倒休困啊？伊讲凊彩找一个所在啊，纸被厝的就倒的就困啊。迄边啊是乌蛇蛇、乌密码，迄机台啊个咧砰砰砰砰砰砰，还是油烟啊个油，边啊就是你摸的拢规个拢是乌的，你就是倒里啊，该困你就困。我印象足深，迄摆我头一摆，阮爸爸对，爸爸你倒下，我来车顶。嘿，第2摆、第3摆了，我感觉啊，凊彩啊。试看卖，阮老爸会使，我啥也袂使。兄弟姊妹，上帝爱咱做主工作的人，你一定有看过侪侪牧者，甚至有侪侪为着耶稣基督奉献侪侪心力、付出代价的工人。但是你爱记得，这个工人是因为因拢有一粒无欠缺受苦的心志。伫咱的生命中间，咱会当了解一个社工师，一个学生囡仔。伊如果伊咧面对伊生活的个案，个案工作，伊若是认为讲这个工课内容足痛苦的，我今日起床啊，又搁要来面对这个个案真艰苦、真费气、真麻烦。小玉，会袂？会嘛，对不对？一开始都会嘛。遇到这种人，哇，很痛苦。我跟你讲，时间若久啊，你就做袂落呀。牧师伫新行院有足侪这个社工学社工的。因后来拢无做社工的啊呢，结婚了拢无做啊，真的很难做下去，因为真的很不容易。兄弟姊妹，一个有受苦心志在面对工课的时阵，就佫无共啊。因安怎？因会备班，会预备，有信心，不害怕，而且会感到有挑战性。我国中的时阵，国一的时阵，我的成绩足歹甲数学、理化歹甲有一个程度。因为我逐摆看到数学就头壳疼，看无唔知影要安怎读落去。有的囡仔即马真正是安尼，看无读袂落去，无爱读啊。迄当时，当我看到我老母去甲老师纠正的时阵，叫我继续会当留伫即个原先的班级的时阵，我看到迄幕，我怎流目屎。我主啊，我是安怎无迄种受苦的心志？每礼拜早起，每逐工早起，老母甲我讲，恁爸爸趁钱足无容易，足辛苦的，你得认真读册。我流目屎，我开始甲家己讲，对打开始，无论这数学、理化安怎困难，我就是要问这个老师，甲伊问甲，互伊无下课时间，我家己嘛无下课时间。我开始努力的过程的中间，上帝一直到我大学的时阵，我大学2年到4年，我用工做家教。加趁生活费用8000块一个月，我感觉足够安慰，因为当你有这个受苦的心志，你有备班，你就法度通面对你所做的工课。阿免，这就是受苦的心志。但是无受苦的心志会受苦袂？嘛是咧受苦啊，但是嘛是咧受苦，你无法度过日啊。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的生命就是安尼。咱爱清楚，知影受苦甲受苦的心志是无相款。大家人拢有受苦，但是有受苦心志的人，伊有法度通面对。所以兄弟姊妹，咱做伙宣告：有受苦的心志，对咱的生命是有好处；有受苦的心志，对咱的生命有好处。所以兄弟姊妹，受苦的心志是为着咱的生命带来生命律例。好，诗篇119篇71节讲：我受苦是对我有利益，为着要互我学习着你的律例。张梅这个中南
伊来先到教会底下拍乒乓。伊讲，我还讲，哎，总然，你忘记你今天还要打扫呢，5点到教会，伊爱摒扫，伊也爱等下6点半也要花语礼拜。花语礼拜了后，伊嘛袂食饭。我甲伊讲，你着爱去牧师馆食饭，食食了后，你较搁落来摒扫，安尼你的时间2点钟较摒扫会完。国中1年啊，伊伫遐咧犹豫，伊伫遐咧想讲，我敢要做即款的受苦的工课。注意哦，我讲的是受苦的工课哦。伫迄当时，伊的心还袂有备办有受苦的心志，对无？但是当牧师甲伊提醒、甲伊讲了后，伊接受落来，就是我所讲，我受苦是对我有利益，对即个囡仔有利益无？伊完成伊的工课，伊该做的工课伊完成啊，伊该做爱遵守的伊也遵守啊。所以兄弟姊妹，有侪项物件命令的物件，对咱侪人来讲，无逐个人会当接受。你想要给我使唤？你为什么要我做这个做那个？我可以做什么就做什么。每一个人都喜欢，但是当咱有受苦心志的人，当咱甲咱要求的时阵，你得安怎？你得学习讲好，我愿意来顺服、来遵守。所以兄弟姊妹，受苦的心志会为着咱的生命带来真大的祝福。PPT， 承恩，咱若无有受苦的心志，就对咱的生命成长的试炼担当袂起啦。你有阿妹无？我讲这真有意思哦。无受苦心志的人，为什么会带互咱真侪对试炼是承担袂起的？我举一个咧，有学过吉他的人拢知影吼，有个足艰苦的就是啥手指啊。我会记足早之前吼，迄个已经蒙住文调的国仔兄吼，伊当时学乌克丽丽吼，伊讲牧师，我真正无法度，我下一次我不上课了。迄当时我会记你连秀华姐、凤兰姐好几个说，你无学苏芳姐嘛？是我讲你无学无菜诶，爱继续吼。那个他那个时候的试炼是什么？就是这个手指头很痛啊。好，有学过人知影我会做疼。兄弟姊妹，这是不是试炼？要担当，需不需要有受苦的心智？没有的话，真的学不来了。一样啊，这就是很清楚的一个例子，在告诉我们，在咱的生活中，其实冇做侪项拢是安尼。你可能认为讲，我需要加困较久的，但是当你若有受苦心志的人，你会知影，我要安怎互我的工课做甲更加安怎，更加焦逼，更加有时间充足的。所以兄弟姊妹，当你拄着生命要更加成长的时，你就爱面对你所拄着的试炼。这种的试炼，只有受苦心志的人，伊才有法度通面对。所以兄弟姊妹，什么是你无法度通经袂起考验的试炼？好，第一个我简单安尼讲，主若甲咱安排好的环境的时阵，你会接受袂？会啦。环境若一改变吼，通常大部分的人拢马上安怎？我无法度啊，我无法度啊，这叫做没有受苦的心智的人，还了解无？所以这个试炼，你就很自然的，你经不起考验，这样很容易理解了吧？受苦第三，咱来做伙来了解，受苦心志的每一个人拢承担得起。咱做伙来讲受苦心志，每一个人拢承担得起。哥林多前书第10章第13节安尼讲，恁所拄到的试探、试炼，无非是人所能受的。意思是讲，拢是人会当承受的啦。上帝是信实的，袂叫恁受试探过头所承受的。伫受试探的时，总是爱互恁开一条出路，要互恁会当安怎忍受会掉。圣经讲到清楚呢，你莫甲我讲牧师，我所拄着的试探试炼迄你唔知影啦。我当然唔知影，迄是你拄着，毋是我拄着的，我哪会知影？所以牧师，你莫甲我讲迄个，你讲我无受苦的心志，你较无啦。我唔是要甲你比较，讲我有受苦的心志，你无啊。我要讲的是，
当你拄到试炼的中间，你拄到这个困难的时，你是毋是有清楚知影，上帝互咱的试炼甲困难，拢是你会使承担的？安尼了解无？你有清楚上帝互你的困难是你会当承担的无？会使无？安尼你有较有亏待无？阿门！甲你边仔兄弟讲，你是可以承担的。所以你若会当承担，你就袂消极；你若会当承担，你就袂拄着困难的时阵，你遐安怎讲负面的话？你嘛袂伫遐安怎？伫遐叫天天袂应，叫人人袂应，袂迄种想法。你会开始去敲找，我会当安怎来甲上帝感谢？我会甲上帝安怎用无相关的态度来回应上帝？所以兄弟姊妹，咱做伙来看一段影片。一个人未成功，可能是因为无目标、无梦想，有可能无自信，有当时其实是无教练，无人甲咱带，唔知影家己的潜力有偌大。Your attitude's like the aroma of your heart. 恁的态度就是恁的心灵。如果恁的态度若真歹，表示你的灵啊、心灵就唔对啊。到底这个教练是咧甲我传教的？ What? How's your attitude, Brock? 这个小教练甲偏者，你无， Then you'll be okay with the death 你的 crawl, 态度 right? 唔对。 All right, everybody on the goal line, get your partner, let's go. 来，死亡爬 All 行 right, 吼， let's go. Show me 在 some 美国的 teamwork. 因的这个足球训练吼，卡球队的，美式足球的卡球队 10吼。 yards. Show me some power. No knees. Keep your knees off the ground. Show me something. There you go. 10 yards. Show me some muscle. Show me some power. 可 Give me 能 some 再 heart. 音量再大一点。 Very good, boy. Very good. Let's run it back. 教练是咧创啥？安尼甲阮操吼， Funny, dude. 足忝的吼。 So, Coach, how strong is Westview this 教 year? 练啊，阮 What stronger 什 than 么 we are.？阮这个队吼，这个什么 You already written 较 Friday 强 night 吼？ down as a loss, Brock? 你认为 Well, 拜五 not 咱 if 会 we 输 could beat 吗 them.？我若知影讲会当甲因拍倒吼，就袂输啊。 You too, Jeremy? What, am I in trouble now? Not yet. I want to see you do the death crawl again, except I want to see your absolute best. 教练甲伊讲，我要看你上好的表现是啥？注意哦，你上好的表现是啥？ 50. I can go the 50 if nobody's on my 伊 back. 讲， I think you can do 我 it with 认为 Jeremy 你会 on 当 your back, but even if 50 you can't, I want you to promise me you're going to do your best. All right. Your best. 你要尽全力哦。 You going to give me your best? I'm gonna give you my best. All right, one more thing. I want you to do it blindfolded. Why? 这教练甲 I 伊目 want you 睭 giving up at 按 a 起来 certain，point when you could go further. 伊无希望伊一边行的中间看到迄个要无法当达成的来放弃。 Now get a good tight hold, Jeremy. All right, let's go, Brock. Keep your knees off the ground, just your hands and feet. There you go. A little bit left. A little bit left. There you go. Show me good effort. That way, Brock. You keep coming. There you go. It's a good start. A little bit left. A little bit left. There you go, Brock. Good strength. That's it, Brock. That's it. Not at the 20 yet? Forget the 20. You give me your best. You keep going. That's it. No, don't stop, Brock. You got more in you than that. I ain't done. Just resting a second. You got to keep moving. Let's keep moving. Let's go. Don't quit till you got nothing left. There you go. Keep moving. Keep moving. Keep moving, Brock. That's it. You keep driving. Keep your knees off the ground. Keep driving it. Your very best. Your very best. Your very best. Keep moving, Brock. That's it. That's it. That's it. Keep going. Don't quit on me. Keep going. Keep driving it. Keep your knees off the ground. That's it. Your very best. Don't quit on me. Your very best. Keep driving. Keep driving. There you go. There you go. That's it. You keep driving. Keep your knees off the ground. Keep driving it. Don't quit till you got nothing left. Keep moving, Brock. That's it. That's it. That's it. Keep going. I want everything you got. Come on, keep going.
It hurts. Don't quit on me. Your very best. Keep driving. Keep driving. There you go. There you go. He's heavy. I know he's heavy. I'm about out of strength. Then you negotiate with your body to find more strength, but don't you give up on me, Brock. You keep going, you hear me? You keep going. You're doing good. You keep going. Do not quit on me. You keep going. It hurts. I know it hurts. You keep going. You keep going. It's all hard from here. 30 more steps. You keep going, Brock. Come on. Keep going. Burn. And let it burn. Ours are burning. It's all hard. You keep going, Brock. Come on. Come on. Keep going. You promised me your best. Your best. Don't stop. Keep going. Too hard. It's not too hard. You keep going. Come on, Brock. Give me more. Give me more. Keep going. 20 more steps. 20 more. Keep going, Brock. Give me your best. Don't quit. No. Keep going. Keep going. Keep going. Don't quit. Don't quit. Don't quit. Brock Kelly, you don't quit. Keep going. Keep going. Go, Brock Kelly. You don't quit on me. No, you keep going. You keep going. Go, Brock. 10 more steps. 10 more. 10 more. 10 more. Keep going. Don't quit. Give me yours. You can. You can. 把你的心交予我，继续唔通停， Come on. 唔 Don't 通放 quit. 弃。 Don't quit. Come on, Brock. 2 more. 这两 One 步 more. 加油！伊认为讲应该50码，吼50码吼，50码已经到 Look 吼 up,，Brock. You're in the end 你已 zone. 经到底线，底线是100，吼，100码，不是50码，注意哦。 You are the 不 most 是50码 influential player on 你 this 一 team. 开始甲伊 If 讲 you 是 walk around defeated, 50 so will they. 伊甲伊讲你是上影响力 Don't 的 tell me 人 you can't give me more than what I've been 所以你 seeing. 就爱有法度通面对。 You just carried a 140-pound man across this whole 你 field 爱 in 的 your 这 arms. 140磅哦，140磅重的 Brock, 人， I need you. God's 教练 gifted 甲伊 you with 讲， the 我 ability 需 of 要你， leadership. Don't 上帝 waste 赐予 it. 你的领导能力，唔通浪费。 Can I count on you? 你看这队员安怎甲教练讲哦？ Coach, 伊爱的这人 What is 讲 it, 啥 Jeremy? I weigh 160. 我的体重是160，唔是140。 All right. 这个布洛克伊做会到，已经完全着害着160，但我70个公斤的，过程中间有教练，我17摆唔对，就是安尼。 牧师每一摆看这个影片，我的心是足感动。我的感动是因为过去当我伫艰苦无法度，唔知影上帝要安怎安排我的道路的时，当我伫对细汉到大汉，到伫人生的经历的内底，我的老爸常常咧甲我提醒：你会使，你会使，亲像这个教练共款。 你得安怎做？我相信你会使，因为老爸过去伊嘛是伫艰苦的内底来经过这个代志，所以兄弟姊妹，教会是需要一群愿意有受苦心志的人来起造的所在。咱毋是要伫教会，逐个人伫咧受苦。哇，这我无爱做啊，我无爱做啊，真艰苦。 我都无钱啊！我是要安怎去奉献？我是都无力啊！我是要安怎做主的工？
兄弟姊妹，咱来看伊塔杜亚布洛克，有没有？陈恩，在我 PPT 对，下面哦，影片下面对，这里上啊，内底伊讲到，感谢支持你的人，感谢鞭策你的人，感谢对你不离不弃的人，感谢激励你的人，感谢帮你加油打气的人。你若会晓感谢，要安怎会晓感谢？你要有受苦心志。你若无受苦的心志，你袂晓感谢。你敢来感觉支持你的，只不过是要我上战场，让我死在沙滩上，对不？你若袂晓感谢无受苦心志的人，你会感觉人甲你鞭策，讲你想怎？你是啥物人？想怎？我来互你安尼鞭策，我嘛会晓。为何我爱互你甲我鞭策？有受苦心志的人，你会知影，你会要安怎感谢上帝对你不离不弃的提醒你、教导你、告诉你不该这么做。你若有受苦心志的人，你会晓感谢时常你甲你激励的人，你鼓励你，互你着爱成长突破。有受苦心志的人，你会晓感谢帮你加油打气的人。求上帝帮助咱。求上帝帮助咱，互咱学习圣经加拉太书第6章第9节讲：我们行善，我们一起来念好，来，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求上帝帮助咱，互咱有一条愿意受苦的心志，互咱行好代志，祝福人，帮助人，传福音，无丧失实际的快乐，乃是无灰心。到有咱有机会将咱亲人要袂捌上帝的人，甲伊带到伫上帝面头前的时阵，到了迄个时阵，咱就要修成。今仔日咱的姊妹秀华姐伊北上去参加伫伊的新妇的洗礼，我心感动，我心欢喜，因为上帝伫这个中间通过安尼的机会，佮一摆互伊看见。伫咱身躯边的人、亲人，有侪人还袂捌这个福音。咱求上帝帮助咱，互咱有一个愿意受苦的心志。传福音无容易啊，有人会甲你拒绝啊，人会甲你骂啦，人会甲你轻视啊，人会甲你消极啦，甲你拒绝了后，佮甲你骂一困了后，互你感觉你这个信仰是无好的，你感觉你这个福音感觉对你来讲无啥物帮助的。但是你爱佮继续无？爱无？甲你边仔兄弟讲，你需要加油，坚持继续，唔通放弃。腓立比书4章13节讲，我靠着迄个加添我快乐的，凡事拢会当做。阿免。你靠的是靠你家己的快乐吗？受苦心志唔是你靠你家己的快乐呢？你爱靠着耶稣基督，上帝互咱大能的快乐。世间上虽然有苦难，但是主甲咱讲，爱安怎？要放心啦、来，甲你边仔兄弟讲，你要放心交互主，放心交互主啦，唔通去靠你家己啦，唔通消极啦，知影无？加添快乐的迄个上帝，你爱去求上帝，互你有快乐，凡事拢会做。加拉太书第1章第6节，我深信迄个伫你的心内底最好的工的，要安怎成全这个代志，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兄弟姊妹，上帝所做的工。也就是伫恁心内底所做好的工，你的心内你若袂感觉这是好的工，安尼就是代表你无想要互上帝伫你的心内底做工啊！安尼有了解无？所以圣经内面保罗讲，我深信伫你心内底所做的好的工，你得爱有迄个好的工，你有想要袂？你爱无？爱无？你毋通无爱啊！你爱嘛，大家拢爱啊！啊，你若无爱，我甲你讲，你无要互上帝做工哦。安尼你就是安怎？你就是无法度通愿意交托、顺服，然后成做一个有受苦心志的人。所以求上帝帮助咱，上帝话一直咧甲咱提醒，咱着心内底爱互上帝来做工。
上帝的确会当成全这罪项事，来成就上帝美好的心意。愿上帝赐福咱大家，成做一个有受苦心志的人，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咱做伙同心来祈祷。主啊，愿你圣神会大开咱，大大感动阮在座所有兄弟姊妹的内心。特别伫阮的生命中间，阮需要助你，成做阮生命的教练，引带阮的心，互阮的全人，伫行达生命的道路顶面，活出有目标、有愿望的人生。阮虽然伫世间上，阮需要知影受苦对阮来讲无一定是需要的，但是阮若有受苦的心志，的确伫阮的心上。对阮来讲，会成做必然的需要性，因为这就是上帝你赏赐予阮生命，伫世间上会当面对艰难，甚至面对困难的事，阮有气力通活出刚强生命必然的元素。恳求上帝你搁一摆来提醒阮，帮助阮，互阮明白，如果阮若无有受苦的心志，阮出去做主你的工。阮就无有刚强的气力来面对。求上帝你怜悯阮，帮助阮，互阮明白，恳求上帝你将加添搁较侪会赐予阮的气力，互阮明白要安怎样伫你福音的工程顶面来明白军队主你的脚步。阮知这是一条歹十字架的道路，是一条真少人愿意，甚至愿意学习来调整家己的心。甚至互阮家己无搁再继续活一个软弱的生命，阮需要知影，当试炼来到的时，痛苦来到的时，阮的心就大声爱囥伫主你的面头前。阮需要有一粒有受苦的心志，来完成主你所托付阮的生命工课。阮需要听伫姊妹岁的人，阮无灰心，为主做见证，无惊吓。认真听厝内的人无虚假，专心奉献无计较，认真做主你的工，阮无提示，因为阮知影主你将最生命的好处、恩典已经赏赐予阮。恳求主上帝继续扶持、看顾，伫阮所关心疼惜的兄弟姊妹身上，伫因身体、肉体有欠缺、有软弱、有病痛。阮恳求上帝，你圣神的大气力，医治的圣神的膏油，搁一摆膏抹伫因的身上。透过主你，互阮受苦的心志，阮会当活出有见证生命的新生命。将阮为着，阮也要特别为着阮的同工、玉成、指挥来献上恳求。伫4月20甲21，伊也要出国去到瑞士来继续出外来做深造。求上帝你赐福伊，亲自将迄个感动伊丽莎圣神的气力赏赐予伊。面对挑战、困难的时，用祈祷、倚靠主的信心来行头前的道路。阮相信有主你的安排，有主你的引带，伫伊伫逐角落，拢会当为主你做美好的见证。愿你引带阮，伫后礼拜要来到伫阮中间的新的姊妹。子华，阮也要为着这个指挥来祈祷。虽然过去伊真久长的时间无进入伫教会，总是你嘛，互阮有这个机会，有搁一摆会当引带伊伫阮的中间三甲做伙来锻炼诗歌，学了上帝，来有真侪有受苦心志的基督徒，做主你好的门徒。愿上帝你赐福阮的教会，赏赐阮平安，赏赐阮快乐。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这是咱的回应诗，圣圣诗222首，上帝借阮代代帮咱，请恁起立吟全首。上帝做阮代代帮助，也做将来
坐，这时咱就准备心来奉献。请起立。主求你感恩，阮虔诚奉献，阮满心感谢，你叫大恩典，但求你赐福，你所听家人，享受你慈爱，永远无离。我相信。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伊拥有圣事甲收回主权。伫即时，我愿意对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甲敬虔的心奉献伫你面前。求你主通过我逐摆感心乐意的奉献，操练我的委身，分别我的性命。我相信奉献是财政。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使命。我确信奉献是使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息甲怜悯赐予阮，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即时咱来抛开咱的酒报，咱来公道，为着咱下校以后即项物件的教会的需要的祈祷。主，阮的上帝，阮上帝你信息在阮的顶面，为阮来陪伴，伫生命中间，阮要为着这灵性上欠缺、有需要、软弱的人，主，阮上帝你赐予阮。平安享受伫每一个人生欠缺不足的人的心中，特别我嘛要为着伫阮彼此同工的服侍的工课，阮是用信心、用欢喜接纳彼此委身的工课来侍奉上帝。特别我要为着教会青少年儿童的教育、侍奉甲活动的工课。听阮的主，白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保阮一个健康的身躯。嘛，求你的圣神保守我的心灵，加添我的人生的生命中会当经历主，你服侍的工课会当委身顺服，较有智慧。嘛，保守我一个纯洁的心，会当专注关系的能力，为主福音来传达，灵命成长。我的教会每项事拢有主你引带带领。感谢主，我俩咧恳求祈祷，拢就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这是我来教会消息报告。下周的所人员请家己注意吼。信徒的宗教教育事奉关心大道。第二，今仔日会后召开小组长幸福小组共组的小组长门信研讨会吼，请同工到牧师的办公室参加。另外，今日的小组暂停一摆。
请兄弟伫一楼副堂互相关怀请安。第三，本会下跪圣光服侍表已经放伫一楼的招待桌，请服侍当天家己摕，并且伫个日期有疑心。第四，台南中区第3小区受难者的联合圣餐礼拜是伫4月初6拜四暗时8点，地点是永丰教会，请兄弟姊妹准备心参加。本会定日是7点半集合，要坐车的人请自安讲哦。第五，咱教会阳台3楼迄个采光工程已经后礼拜开始，目前咱教会房款的工作继续咧持续中哦。邀请兄弟哦，除了每个月固定负担的费以外，嘛将阮身边所有买的物件统一发票咧管出来，专心完成建堂的工作。迄个后面的部分吼，咱若有毋对，咱请会计部来看吼。即是咱来共读本周的金句，华语、台语学一遍。上帝是信实，无要拄着气头所动灯的，就是伫是的时，要煞开拓出的路，互恁担起。神的信息使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够忍得住。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请咱牧师。咱教会这个采光照吼，伫拜3就会来完成。咱教会这个采光照的。外口面就是讲，咱以后小组，咱伫咧拜煞，其实会当有小组伫即个所在来做使用、做交易。咱会要为着要互咱的即个外口的即个阳台会当更较妥善运用，是因为为着咱未来啦吼。教会咱若是个礼拜日，咱阁有开设第2堂的话，咱就会需要会用着。所以即个咱需要先来做一个采光照的完成。互咱了解啦吼，期待咱会当继续为着咱教会的即个事奉的工课、福音的事工，会当更较成长，嘛会当有更较侪做伙参与的人来参与。另外，牧师嘛邀请咱会当做伙来关心咱教会青少年的工课，因为这个青少年的工课最近拢较少来到伫教会，因为拢是中辍生，其实有足侪需要足这个细节啦。这些细节都是要从我们自己本身开始做起，所以牧师邀请咱中辍生来到伫咱的教会中间，每一个细节都很重要，特别是关心跟热情不能少。好，这个很重要哈。在过去牧师伫叛逆的过程当中，其实我只要去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有没有爱哈，它是很容易看得出来的。好，只要他一对我不友善哈。他马上就不会来，所以牧师不是说我们不友善，而是有些时候我们不晓得怎么接触这样的孩子，所以我们要适时的把该有的爱心跟热忱的心把它拿出来，好，不要怕，不要惧怕，让这些接近教会的这些需要帮助的孩子，让他们能够更敞开的心来进到教会。好，牧师伫遮来补充报告就是来介绍新朋友丽雅慧好，我们邀请他起立，我们拍手欢迎他。雅慧，你怎么谁介绍你过来？可以，是，一间教会安尼，也是长老教会，是，南化教会安尼啦吼，是。嘿，欢迎你。那待会我们会后咱请慧君因为他跟你一样年龄，对，所以待会邀请你慧君也是刚进入教会不久，我们请慧君邀请他下去楼下我们可以一起交流，我们其他弟兄姐妹我们都可以一起跟他做个交谈，然后一起喝杯咖啡啦期待咱会让彼此的交易，虽然咱无小组，但是咱每一礼拜。咱拢牧师期待咱拢11点较开始小组，11点之前，咱礼拜刷的时阵，牧师期待咱是做伙到伫1楼，还是讲未来咱伫阳台处理好，咱拢会当伫遮做交易。
啊，互咱彼此的关系当搁较好好，安尼做工就搁较有气力啦吼。好，啊，伫遮无所补充报告，敢有无书无介绍到的？吼，咱搁继续有哪伫祈祷大道中为玉成祈祷啦吼，咱搁一摆抱啊声说多谢，甲伊说多谢吼。这段时间的努力吼，啊嘛带互咱侪兄弟吼，足大的鼓励甲帮助咯吼。所以期待有好的性情，真正会带来影响力。所以这是一个上帝互咱真好的礼物啦吼。啊，若无的话，也无需邀请咱吼，做伙起立，咱互相啊，迄个咱真欢喜这个新店遐吼，迄摆伊这个刷会籍吼，宣告就任这个转职的宣誓了吼，伊迄当时甲牧师讲，牧师准备要甲牧师讲的时阵，伊讲，伊做一个见证，讲上帝佫一摆安排伊，佫一摆手术。伊想讲奇怪，啊，较会拢无，你较会拢顶摆的手术的了啊，啥拢啊袂好，但是上帝有伊美好的意思，要互伊佫较完整的医治啦吼。所以咱佫一摆欢迎伊啦吼，啊，求上帝继续甲伊固守帮助咯吼，啊，期待咱就是大道的中间彼此鼓励，得到快乐啦吼。好啊，而且咱互相起立，咱做伙来行平安礼，咱做伙来吟听，互咱自己做一会吼。平安。互咱自己做一回，听互咱自己做一回。上帝会听，互咱大家做一回。听互咱手较紧小看，较紧小看哦。听互咱自己做一回，听互咱自己做一回。上帝会听，互咱大家做一回。听互咱自己做一回。愿主会听。互咱常常三甲自己做一伙，做伙来做主美好的工作。咱做伙同心来吟上行的诗，上行诗386首，天的万邦万国万民，拢着尊荣光上帝，将荣光归予咱的主。天的万邦万国万民，敬拜上帝，白行诚实。主，阮感谢你，互阮同齐领受你美好的应允甲启示，互阮的生命毋但会当活出为主做美好干净的生命，嘛恳求上帝你将受苦的心志，互阮会当学习，亲像耶稣基督伫世间的年日，为着祝福人，将伊的生命付出，留伊的宝血来为阮来死过活。阮嘛希望伫阮的生命中间，会当真实活出甲主耶稣基督相款，会当为人带来祝福，会当为人带来平安。因为阮知，阮是上帝你的百姓，阮也着学习用同款的心志，对抗伫阮最伫身躯边所无法度通看见的罪。愿你将平安赏赐予阮，愿你也将属灵的气力常常赏赐伫上帝听主你。愿意跟对主的脚步来行的人，对这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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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请坐密道